各位先生、老师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里亚的怡珍。因为我有囡仔，我记忆无好啊，所以我看一个歌。嘿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真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，互阮即个奖。我嘛是剧团，其实是12年开始做侪历史、台湾历史啊，二八白色恐怖，佮有性别平权等等即种戏剧。有囡仔了后，才发现讲我要带囡仔去看表演的时阵，是安怎拢看无台语的表演，所以就家己来做看卖。所以16年开始就有意识咧做台语的表演，亲子戏剧，嘛开始做 podcast 啊、办营队啊，佮有出绘本，阮嘛有绘本，做侪有诶无诶代志吼。就是希望咱的囡仔会当透过戏剧艺术，了解台湾的文化、本土语言。其实伫台湾做表演艺术真辛苦嘛，做台语的戏剧，观众人数搁较少。但是虽然讲人少，但是一路来，阮感觉袂孤单，因为在座有遮尔侪人哦，咱有一路来熟悉做侪优质，认捌做侪台湾的文化。我感觉这是上帝互阮的路，就是讲虽然人较少，毋过一路来风景是足水的。咱斗阵看足侪足水的风景，对我来讲，遮水的风景就是陪足侪囡仔大汉。我今日在座要特别感谢2个单位，就是台湾县基金会、龙山吼，阮足侪活动拢是伊斗相共，嘛是台湾县基金会互我认捌台湾历史，熟悉足侪受难者的长辈，甲因的故事才有法度变做舞台剧。搁来就是你共跳台语文教基金会，陈鸿辉老师，遮侪年来，教阮指导台语，伊嘛是我的台语老师，希望我今日讲了才 OK 吼。就是好，上尾时间到，就是希望大家继续互阮鼓励指教，阮会继续拍拼，咱做伙斗阵同行，多谢。